插纸哦，要往后。我就是讲全部都在心里。袜子要顾好哦。啊，不要歪掉哦，不要歪掉，要直直的往后。别跌倒可以，不要冲动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一起洗。啊，混豆腐呢？没有吃。你要打鬼报没了呀？没有，是看他跌倒，我不用他的头。你把旁边的土拨过来一点，拨过来一点，啊，无一啊，无头。手会脏。哦，然后继续往后走，把手上那一株拨完就可以了。我可以一次全部种下去。当然不行啊，因为为什么不能全部一起种下去？因为它会太茂密的话，它会长得不好。所以我们一次大概3到5颗。所以小朋友哈，现在哈，我要请到一个大哥哥跟你们讲说，我们现在有关这个友善耕种哈，跟这个自然农法大哥哥，就是我们今年青年农民的会长，我们庄根杰庄会长，我们拍手一下，来，大家好，各位小朋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插秧，那你们有没有插过秧？完全都没有，那很好。等一下下去的话哈，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插秧。那我们刚才在田里面有看到很多的那个像螺那样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各位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到底是田螺还是福寿螺？你可以看它那个形状，如果是圆圆的，它就是那种福寿螺。那福寿螺对我们的那个田来说，算是会把我们的秧苗吃掉。对，那所以等一下那个插秧的时候，记得那个不要插在福寿螺的旁边，要不然你等一下一插下去，福寿螺就把它吃掉了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下田去插秧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今天哦，刚好是我们那个24节气那个大暑的时间，播产的日子。我们学校挑这一天跟农会挑这一天，是播产讲正确那一天哈，所以说你看唐生都已经开始在插秧了。那我们今天哦，那么来体验一下这个插秧的活动。等一下我们就要下田下去，好不好？好，站。